大家好，一到驚蟄就好似俗語講，春雷一響，萬物皆長。道家講要順天行事，養好元氣。春雷把沉睡嘅大地叫醒，代表陽氣開始上升。民間有個打小人嘅習俗，用世子人代替自己嘅衰運，拍走佢唔單止係去邪避凶，仲可以當做發洩情緒嘅一個方法。道家認為外邪會擾亂內裏真氣，驅走邪氣之後，應該用寧靜同清明嘅心態去迎接，將積蓄已久嘅生機轉化做內在嘅正氣。養生作息方面，道家強調順應自然節律，《黃帝內經》所在的春季起居要點，與道家重視的養性調息相契合。夜臥早起，廣步庭前，披發緩行，既可疏通氣機，又能調和陰陽。此時宜多作柔和的活動，如緩行或簡單氣功，避免情緒急躁或暴烈。飲食方面，道家重視脾胃同積蓄元氣，飲食宜清淡，健脾去濕，可以多食啲健脾利濕嘅粥同食材，例如糯米、薏仁、赤小豆、黑豆、大棗、花生、黃豆等，幫助運化濕氣，保養正氣。相反，啲油膩、甜膩或者刺激性酒精就要節制。同時都提倡飲食有節，作息有規律，內外調理順住時節，先至可以儲夠元氣，安然迎接春天的繁榮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